欢迎收看《后山太上宫》，有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国强海老后山人大在顾了，唔过两片先来问大家一下吼，你是到路方老人家法过么？家法的意思就係主通老上夫人講法，有人呢會想喺老上夫人講法係因為佢想喺老自家成發現打開來潛到左條路上背嘅吊達嘅盤，唔過有人係為到潛到成發行嘅另外一班，唔過係我提醒大家，家法其實係有技巧，咩唔好可能就會變做新手遊咯。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下來分享老人家法到底有哪條空口要注意，眾上來分享。首先，老家小姐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係讀到有人有困難就會老記家法嘅阿志怡。幾兩下大家都有困難，我們有經濟困難。而係成個嘅困難。你就係經濟困難，你講嘅聲音。我哋係困難嘅事，我喜歡看到你咧。好，第二首啦，小介就係白強。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東中葉嘅東山冲老，內邊假外界，主持天風中白強。萬一愛主持天風係馬莎。但他今日主持啊，種很好意思啊，他是他想參與台想唱喂，他是說我是主持玉皇大帝。好，謝謝。第三個，老家小姐都係李家。大家好，我係接送本人家法嘅李家家家。有嘛？哎呦，咁正嘅，你去看過呢？冇看過誒。但係都有好嘛？唔過到底係萬人老幾家眼就唔啲啊，可能係要不要買筆？哎，對啊，哎，要買筆嗎？愛心筆100塊，我們自己做的，哎，賣嗎？按用嘅按用中唔定按用工。歧視哦，哎，真嘅。第四首啦，小姐都係假呢。大家好，我係啲用戶當度去搞細模型用品去試下細啦嘅假呢。是假冇搞好是假啊！我知道懂冇說服力。我係實拍嘅例子。哦，你看找你切對模相衝啊，我就會潛唔到你。第五首啦，小姐都係美倫。大家好，我係接上提切配人老愛家法嘅美倫。加上啦，上一啲到用品老配人。提切配人家花花，本來就冇唔錯啊！對面還有今日嘅後生太上宮嘅顏值代表嘉怡。大家好，我係需要老貴人愛老愛做朋友嘅嘉怡。不過真嘅一開始先問阿自己講，一開始讀到入行，聽到有人有困難，就會老去家法。你到底係飛天少女情還是慢言？冇唔錯，我就會維持世界和平。認成呢比天阿志怡。比天阿志怡。你是夠有錢，哎，有錢。韓國嘅風好卡強咧，颱風就會把它吹上天。我今日就會發發啦。發。因為呢，其實真年輕到嘅時間，呢啲路行有啲看到嘅外國人嘛，因為我就香港幾耐到台灣教啊，經常就會看路啊，坐嘅茶唔啲去哪一隻方向，我就會直接去問佢講，你嚟 help？ 你的 help 可以這樣講。阿勇做在某一問題上。比較簡短啊，就是因為佢動機嚟啊，故事愛較短。是應該躺起來講 how much？唔過呢，唔單止阿勇，衝青島嘅時間，我係坐火車，我就會看到青島阿公阿婆啊，就會跟講啊，用我坐啊，坐呀坐冇啊，因為我就躺到，我就直接去講，誒。阿婆，你去哪啊？我聽樹木啊，佢就躺到外講嚇，就會嚇到。哦呀，後生啲啊，係會講嚇個，要上嚟安定一下個，因為就會開始打嘴鼓。你前天就講因為呢，佢後來係拿嘅數據講，一係我孫嘅啦嗬，佢阿啲那邊做成啊，存到錢哦，因為認識佢冇啊，用嚟嘅推薦嘅孫嘅。佢冇答應嘅，竟然上得唔好係冇。唔係，其實上嚟真嘅，必中吧，看行得好。具體係動好，其實真嘅動好啦，唔過就我主要係愛聽數據，我唔係想愛認識嘅孫。這個騙人的家伙。真嘅啦，唔過其實唔單止愛用錢啦。有段時間老人家法一天可以有讀到有啲咁嘅情形嘛，就我有一擺就留 EVN 啲嘅客家嘅創作故事，我都小格咧，格咧阿哥就留佢家法，因為叫我京劇歌王咯。
然後唔錯，因為有時你呢其實本來就敵對方，不過盲真人見到面個，係真係妙用。不過有一擺就發通嘟嘟同我主持，我就看到佢，我就家咧很好啊，很好。因為我看到佢嘅木珠就會泡泡嘅，係冇錯，我想講係用嘅呢種就不木材嘅，乾濕機嘛，係喺草邊有條條嘅叫我唔知啦，我就家咧人嘅木珠有用嘅冇啊，係唔係長真嘢嚟啊？佢就講冇啊，我本來就上咗愛用嘅。嗰陣時我以前有看過佢相片，不過老本就冇咁樣嘅啊。因為佢嘅意思就係小家咧，你修圖修太大，你怎麼這樣用啊？因為佢嘅擺冇帶木匠，係古時會有到嘅木匠好了，你不用用。再解釋，我相信小家咧漢白看到主持人，還有先問給主辦單位，給主持人係真實嘛？我記得，人家係好朋友咧，人家係好朋友。希望他真心對你是好朋友。係。白 Cam 來講一下，你用心搞幾好嗎？因為我主持就家主持人徐杰咯，我製作音哦，就讓人講家我應該按先用講，我原本人說汪子叫徐杰咯，佢就讓人鼓勵講吼，做節目如聽來本來賓賓主盡歡，因注意重要，注意大嘅目標。所以後來我接到就家主持人在節目之後，在劇中音哦就讓人講，他說其實主持啊係一種套路，最佳嘅方式就係打開來賓嘅心房。比如講咧，我讀到當到來賓係五十歲嘅上歡迎啊，提前擺上電視啊，見到係阿公阿婆啊，當見眾啊，因為劇作單位sử dụng本係幾位小改詞啊，我就用兩個小改詞吼打開記到，比如講看到阿公阿婆嘅時間，你講埋阿婆就講阿婆。你太好長兵業啊！阿婆，我冇讀書啦，冇你咁後生咧。然後幾時會當歡喜？家中個阿公哦，就講佢挑白下宣公嘅事情，那種豐功偉業，幾時會感覺動有熏陶感。那個製作人該用其實舉個例子，就係講小 S，嗰種該代表最宣公條小 S，佢讀到後小鮮肉世界見用嘅。所以名啊，有來腳來，假使佢讀到後動醬嘅，譬如講嘉義強龍嘅那種醬蛇嘛，叫為乜嘅？啊，你沒有感覺？刁他嗎？吃醋啊，摩擦的啊，然後講一些動蒜啊，改放學啦。所以你兩隻好處，提一點係動家嘅放學就在打開來賓嘅信封，因為拉近距離。第二點就係就在動家嘅這種建立自己嘅主持嘅風格。第三樣，譬如講觀眾朋友看到呢個主持嘅時間，其實想象講，哦，他應該會這樣，因為主持嘅風格是建立起來的。不過談到一隻充點，就係主持人就要講法療，天然呢？從法療就係都是講真的哦。呢個阿婆有太好變呀，真太好變呀。你係門記，你係太好變呀麼？你係咪門記啊？咁個總得上咁個窗頭吼，安尼上來去老人家位，其實係拄到哇！只要有重要嚟講，路上看到細阿哥啊、細阿姐，你家唔咩按呢？上來拄到中演員，就上來攞佢假髮。唔錯，係當下人係中演員假髮，絕對唔係總白鉗啦嗬。唔講聽喺樓梯下講一下，因為我接上嗬調位嘅時間啊，看到中演員嘅時間幾啲先鬆嘛嗬，就會傳給 message。你講係即時通嘅時台，係啦，係給 FB 的訊息。即時通嘅冇人用下時台啦，冇用時台啦。冇啦，唔過幾時間我就傳給那個 message 本記講啊，哈哈，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啊？對啊，你這個很多變變穿咧係幾張哦？哎，然後你就講，也就係加發嘅那個延續的開始，因為幾時間冇錯，哎就會挑刺情衝嘅，因為按樣配上給中演員，佢就會悶，佢就會 M 眼悶吼嘛哈。我就說啊，對不起，我密錯人了，啊，人家不會後某啊，哇，按叫某看到哎。加發充點講法療，做天然，又來了，通常給按有加發。阿比對，等一下我也很正式啊。你剛按的，然後你加發，你會接住嗎？阿比對。其實我按獎啊，應該唔會接數啦。所以講，我們今天不是要來玩弄人的哈。你邊係咪講加發呢？你們不懂會老人家吧？錯啦，但
但是我愛加翻一年吼，應該咩唔係議論啦吼，係我一會吼加上老嘅主持法同嘅硬體嘅泰國加，影響泰國，係，佢咩去做，佢也會像影響泰國啊，也係佢做直播嘅人啊，因為嗰時節誒其實咩冇上按到，我就看到伊泰國嘅做直播，因為有啲公司吼做嘅直播啊會卡唔掂喎，唔過我嗰時看佢直播，哇凍酸啊，就同佢講，哇你哋會直播凍酸呢，錯冇啊，然後佢阿泰國就講，也係我哋公司做嘅呀，我就講哇凍厲害誒，佢就開始講了一大堆講直播用辦去做啊，用辦講將會凍酸死啊安樣。前面嘅時節，佢就老人講，唔知捱係罵啥麼啊？我就講捱唔知誒，排泄咧嗬。佢說捱就係沒有一隻太天台嘅調價，又係捱咗天台做嘅。跟後面嘅時節又捱咗做動興奮，用辦講，因為捱加上 Sugar Daddy 來咧，糖爹啦，因為煮啊，一個通爹來咧。真嘅，因為嘅亞天台捱加上糖亞天台，我就講哇，你亞天台捱。買個時間啊，所以買個節目啊，就開本佢談。後面嘅時間佢今年有京東藝一天台冇，還有聽嘅主持，我說藝術都一天台嚟主持。哇！而且我講哇，真嘅係上位之數誒，嘿，真嘅唔係幾嘛，不過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運氣，也是一種實力。因為第都陸空老人家發，結果拄到人未來嘅抬頭㗎，未來嘅老公。沒有你係按用去認識自己嘅人外一般，不過了下時我問觀眾朋友是係你有啲路行本人社會個界經驗麼？韓國了解經驗本人遲到係定因會，也係當歡喜咧。韓國假使用人講，上到人道，上到這樣嘅笨蛋老人社會下會辛苦，咁有人咧等下再來介紹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排泄加問一下，再將來變一下，我講想講變一下，個旁邊動作寫來，全部都當顯先嚟，肯定係本業變一下。你像李家，出錯咧，嘿，像李家你懂啦，出這個拳啦呢，公共之醫呢？冇啦，腳腳較粗。結果見樣係變點嘛？叫做安尼哦，叫安尼腳墊，從頭到尾做安尼，做安尼，連腳咩安樣啊？做安尼加墊，安尼南墊咯。副眼鏡我想出體嘅時候，副眼鏡都盤咧，佢就盤得動，可能上課嘅時候後帶，佢就盤到我係。佢就注意咧。多多嚟香港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因上一團由蒙古大家適度陸空也講馬嘅場下，以主通留上歡迎加花麼？唔過呢一團要談嘅是係講，唔到陸空本上歡迎來加花，唔過呢個經驗本知道，以前咩以後。有常常會吃到有啲會令人為呢種感覺嘅阿子飲食有安尼嘅經驗冇？有，嘅經驗有200多種層級，有一般人就會啲西門店，因為西門店怪人吸引機耶。係西門店嗰邊就青島嘅就又賣筆了。唔係，佢一邊阿伯，佢基本上就像阿莊官，就會阿莊阿伯。嗌阿伯，阿伯。有時就會阿伯，就看起來就顏色差唔多啊，韓國就。自己阿伯，係講嘅阿伯，最嚴重出錯咧。佢係就顏色差唔多，做嘢做嗌爸爸，就過嚟話妹妹，你有男朋友冇啊？嗰陣時嗌冇，唔講嗌嗰啲朋友就天天嗌佢，因為人看就乖乖嗌朋友就來電就講基友，就按用來電嗌，就勁走，基友啦，按用。係啊，唔過嗌知道嗰種人聽錯唔會表現。唔過佢行勁對，冇錯勁對過來，妹妹啊，做定件事下冇啊，冇走啊！真係當真人講，後來你就加3多嘅。插邊站地不會度，因為佢就唔敢入去啊，唔敢按用做嘅啊。後來還有把印象當成係啲嘅中山站，就插邊站嘅出口嘅片嘅，就等來嘅朋友。嗰陣時就係唔係阿伯啊，算係啲泰國啊，係可能年齡唔係差當到嘅人啦。係嗰陣時呢，唔過佢就做到西裝哦，韓國呢有時嘅搖嘅條男，搖按用時尚去，佢就按用過來，按用健康按用。你有聽過安利嗎？唔係，啱我嘅。妹妹，你看你讀太好會冇？冇啦，嗌幾件變啊
同久的爱已經做嘅出社費存錢咧。安尼哦，佢出社費你哋下一級幾多啊？看應該行做得天天，竟然行去夾工嚟做些嘛？係咪咁奇怪？因為有時嗌咗去團咧，問我去兒童台冇？點解唔去？誒，兒童台有欠小朋友而來。就有啲像酒店嘅，唔過嗌咗講嘅，嗌咗講唔是啊，唔過嗌咗講乖乖嘛，嗰種嗌咗素嗰種大搞餐哦，大搞餐嗌咗冇上去插，因為嗌意思就講嗌冇上去插，唔過嗌要訂嗌朋友，嗌咗冇辦法接啊，嗰種幾要見門，唔過嗌咗講嗌冇愛，我嚟講。佢聽眾語都講，你唔好按你好唔好？嚇，我覺得按你幾千人哈，本嚟在工作嘅機會呢，可能係上到講人好好，真搶你來。嗌咗用大搞菜，用加照聽，嗌咗再個拉嗌朋友講，嗌一下基金冇啲嘅乜嘅出口店哦，嗌一下基金都嘅成品點樣都係乜嘅。結果差了10公里，他們更難。冇做啲神吼，直接從中山站跑到頂溪站。你敢下來講下，你沒有讀過像阿姊那種吃到乖乖嘅那種經驗？有啊，就讀到呀。乜意思？不，其實我知道哈，像艾莉主持啊，將成為讀到同乖人，聽從係個展場主持。哇！真嘅懂到奇怪，而且韓國我知道我是怪人吸引機。嘿，就會，你有問過我咩唔知啊？你在炫耀嗎？唔係，你喺炫耀嗎？炫耀，怪人吸引機有什麼好開心的？好啦，那粉絲動鬥的意思啊。冇，因為像我有一班後啲站從主持嘅時節，嘟後呢，主持摔咗以後，我就去結婚嘛，嗬。韓國嘅站從其實佢係有冇啲算咩冇檢縫嘅，嗰陣人哋就會逼過來去結婚一下。你結婚嘅時間呢，就有一聲音，話我見來見拳，人就想講，奇怪一聲音，我做乜嘅人點麼？就見翻我動拳咯，韓國幾批個就。皮的眉頭啊，就皮矮嘅條男模嘅面試，其中有人講，哇，你嘅條男模動胸誒，那個牌子的洗髮精，多分。因為矮嘅隻噴嚟很動到嘅定型液，你矮嘅粗型時噴嚟動到定型液，哦冇啦，喺矮嘅粗型時候噴咗矮咩唔掂嘅定型液，因為你本來想講。本來想講佢可能係認識我，結果冇，佢說給你做的，拜託你燒給你嘅粗型師本愛冇。啊，給咗這個年輕人造型師，他認識我造型師，他就真的很喜歡我頭髮的味道。你真的知道我們會懂乖啊？都唔係懂乖，係你製作多辛苦嗎？我真的是，他直接過來聞我頭髮，很奇怪吧？都奇怪啊！後來就想，我想他應該是認識我，就要認識我造型師，我就眼咩唔掂，因為佢咩想去做愛用粗戲，又愛用嘅用用。那必須哦，就係佢皮到之後，真嘅唔係幾中意，但是他又要找個台階下。哦，眼唔掂啦，皮到之後啊，哇！做乜嘢？唔清了嘅係冇，你未做過。咁以後會有老人粗顯示嘅資料本頁。冇啊，我就冇本件，要我係青菜本嘅號碼本件。哇！打過去查後台。因為嗰時佢就講，拜託，本來嘅粗顯示嘅號碼係聯絡方式啦，我就講跟你要等我主持以後將做得咯，因為我主持咗幾年嘛嗬，佢就真件等咗幾年。哇！真件等幾年，然後結果就講你結婚嚟嗬，跟粗顯示嘅賴啊，也係號碼真本來我就好啦，就俾慢度嘅天花。就青菜本嘅天花，可能佢見大就見唔同啦。嗰時候，我喺手機上面懂乖啊，就拿一張天花，就隔壁那個 CQ 快剪啊。對啊，你冇偏題啊，佢大家唔咩樣擺。他那時候很奇怪，他自己講。哇，懂熊，一直聞呢，就覺得懂得你，跟你真嘅，有冇睇聯絡通用係冇？個阿條，聯絡通一條加聲音，唔係動人刀。錯，就係阿條。但是係愛情冇強用嘅。哦，這個我就不能保證了哈。不過剛才講的動奇怪嘅經驗，不過談過阿維倫真的是連續劇嘅經驗。連續劇嘅經驗，我咩讀到動奇怪故事。8點檔哦。係，有一擺個頭嘅2年的時間去炒火茶，2年時間炒火茶當到人家炒嘅吃強好，啊就炒嘅茶香樓茶香嘅重件嘅種起點，當到人家起點嘅吼。嗰個就忽然間就有一隻細妹安尼看定嚟，我想我看定嚟做嘛？嘿，沒有見我批嚟，其中你現在借我示範一下哈，其中冇嚟講，也係矮啊，其中冇嚟講，先生排泄加問一下，再將來變一下嘛。我想講變一下，嗰旁邊當到寫嚟，全部都當顯先嚟看定嚟，本業變一下。你講細妹，先快出手咧。嘿，唔好意思。
讲什么？讲什么？像李佳你懂辣，做个你看安尼，我讲自己呢。我啦，也叫较臭。我有付钱给他我来讲，各位讲将来病，香港酸的酸，但你看定哎，我家病一上来都很没有同情心，但是讲好，结果今样的病题嘛，叫做安尼哦，叫安尼9点，从头到尾做安尼，做安尼，变叫咩按钮啊？做安尼加点，安尼2点哦，各位15分钟，15分钟，各位讲酸啦，卡点安尼点，哇！佢喺老年盡咗書誒，係盡咗書誒，佢喺磨米用就超嘅。哇！你害不害你的粉絲知道你叫小樹？對啊，你就小樹。我應該拿兩片杯，我香港，我就香港做唔定，我用病啊，差唔多下餐啊，當建裝啊，嘅副營嘅，我想出體嘅時候，佢就副營就盤咧。佢就盤咗個，上課嘅時候好啲，佢就盤到我係點點。去注意咧，我香港應該唔係，應該係當貼啦，可能當唔送快。唔過講實在，有人講加班，下個有人按用班咧。那15分鐘咧，15分鐘啊，企喺點必變。沒有，他想幫你交肥料。其實可能係愛情劇，你可能其實研究可能小樹狗狗有演到啊。係啊，我冇講嘅，叫長講啊，演到安排些。該用心，如果把它扶回去，可能就變我的野蠻女友了。哎呦，真的你沒有好好把握機會。就有樹友了呢。平常不住海。樹友是什麼啦？他每年還可以過植樹節，每年3月12過一下植樹節，好不好？莫名其妙。跟阿嘉也來分享一下，因為嘛，該你吃到喂，哎喲，本人讓你加飯之後，做唔得咯，哎喲，會點樣？我行啲路行啊，有上時都會有人老愛講法，我真見哦，我都會面白白，夾很快，像按鈕。從按鈕，從按鈕中哦，佢冇燒真係可以來以後嚇，佢冇燒就咩？喺啲美國時節，有上時會去美國嘅 night club 啊，真見有棟到細來又會老愛講法，還有人哦，傾愛嘅書，都自己 table 當歸呢美國嘅，都係 VIP 醬油啊，and 你都會請愛食酒啊，還有跳舞啊，唔過主要都會看對方好看唔好看啊。哦，喺茶店看到啊。看啊，很近啊。拿手機打開那個，我先檢查一下。食酒最全部看了就是港槍。哎，這架是大塊，哎呦，中白卡，拜拜。10批，真係了。都會看哦，佢哦有引導啊，咩冇 table，我就唔會插佢。他演到 table 狗啦。哎，意思就 UI 上都演到。有錢。唔過真嘅面空從頭就講人帥真好，人醜就吃性騷擾，就吃草啊。佢講有認同人上來講，就當為讓人加法，當為成功嘅激發嘛。我知道吼，我同上半年交朋友，睇英雄同重要啊，吼，迄個我上來不同，做得打扮本年好英雄。我遺照。係，我知道吼，大家都想看到槍哩睇盤嘅人，迄個我奇奇怪怪嘅，那還有人想留佢講話就像跟人用拍電掛到神號，因為很奇怪。做兩張錄住嘅嚇。正氣感係誰叫我來你有認同阿嘉義講嘅話嗎？其實我老嘉義嘅想法差唔多，就係當然一開始嘅開創嘅激發動，從有三個人就係。真眼嘛？這個。三個人就係你真嘅，就係我剛剛你唔是真嘅上來演到，就會一定會強力嘛，還有講法嘅方式啊，還有態度，就算你唔係嗰種動好講法，動唔會講法，唔過至少人講法，我本人感覺有誠意，韓國最終就會做唔嚟，看人搶嘅變態，還愛搶去買東西。真係做唔得。用吃到你見講像講嘢順風嘅樣嘢。而家搶買東西啦。拜託，我用上海嚟㗎好麼？上白看見老人來買東西，賣東西要老人買嗎？唔會。嚇？冇錢哦。因為梗冇。因為佢太不會講法，故說太不會講法就會當槍講法了。華山。冇唔錯。一種罪。係夾棍。係當會夾。冇唔錯。真嘅。咁阿姑家呢？唔因為人嘅外表要代表體育印象，會老人肥印嘛。我知道演到，係聽說我唔過唔係面上都演到，有啲人講法同有女友，韓國嘅行路嘅時間，佢通俗哦，
懂眼到，哎呦，韩国有福，系错，我给他魅力，系错，我有本来崇拜嘅部分，一扎部分就做得应该就知道佢懂眼到。哇，很难，因為有一個問題，佢喺上喺懂眼道嚇，咁喺韓國講學冇錢做得，做得，因為有錢，係有錢哦，因為佢係大富婆，哇，佢哋買青島誒，假使有房地產需求，都在青谷卡。係真緊啦，咁講按你窗頭講，所以講假貨，真緊係需要練習，你下面路行，還有老人假貨嘅口腔教難音，用半顯示寫啊妹，老人講話，還有教寫啊妹，用半顯示寫到寫啊嚟，按用先咁真緊有效咧，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像有對，尤其係寫來，可能佢對自家較無自信。邊講來？OK， 因為老皮生因食飽的吼，唔係熱量機天天。講完之後，譬如講，哎，你有一本書掉了。啊。你有冇哪一本啊？哪一本？你的臉書。哎，結果嘞，我發覺真係你要去講嘅重點，你要去講嘅重點。沒有，你知道你剛剛問奶公有一本書要，想說那就撿起來。歡迎大家都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上一台人問過大家本人家法，結果唔知道兩個經驗，本人知道定然會也知道，乖唔好嘅經驗，所以你下可以請大家來分享下，你下用行當多要當逢嘅課上就講，用扮現老人家法會得到人嘅回應，唔係老人自己封鎖嘅種吼，都等知道呢一種課程對人之嘅溝通，對人去老人家法。真嘅有幫助，係家人知道，課上真嘅有幫助。我知道吼，我看亞科係搞馬界，係講我13年維修，然後老年交流，以後就較有自信，老年講法，係知道咩當好嘅方法啊。哦，就主要看係呢課上可能係教人用版型講法，去控制人嘅災啦，人嘅災馬當重要，嘅阿姊妹係點嚟？我老家嘅想法係傲慢上衝嘅，因為像有對，尤其係寫來，可能佢對自家較無自信。邊講來鼓手呢，就較需要一種方法，可能佢會去上課嘛。係啊，佢係去上課用版語，係夾嘅再多啲合起來，練起來。因為去上課講做唔得。貼用咪，貼唔會講法咧。係，因為可能有啲時咧，可能佢係老師嚟講法做得，唔過佢看到啥物就會當排寫，佢就唔曉得。唔點解講嘛？該發題。平常時身邊有冇寫啊？咪冇卡度就單槍媽媽係寫每人聽聽。可能佢真係愛老師啊，每加法時就會緊做嘛。古種嚟講，我佢去上課係同學，因為上課咩冇聽說愛嫌佢變做。做白劇，就係咧，冇錯，係本嘅一隻方式，一隻內容本顯用埋去老人講法。唔過像有啲時候咪去送埋個課愛，教佢講愛用埋認識高富帥啊，愛老高富帥搞王啊，我就知道哎呀，就真係唔好咧。你就知道你發動多錢咧？我冇送過，哎呀真係唔好，因為我感覺哎呀就有啲唱歌膚淺咧，因為呢就有啲唱愛用埋去偏死啦。我感覺你真係愛想哎用好為人，好為條件嘅法，最終就係呢，你會本自己有內涵嘛，會提升自己。那喺你自己有內涵嘛，嘅好為人自然就會本人想過來呀。點解去講法嘅時間，我看到一三年面白白，就阿家呢，佢用講搞人用埋去寫。哦，等下來再來談一下，佢都在課上搞嘛。你係搞人去認識高富帥啊？等一下當然講。他知道你聽冇內涵，做你哋做嘛嘛，因為你 Q 咩全部這種奇怪嘅人，他就怪人心機啊，這種寂寞 Q 用啊，怪人。我現在沒有了，我現在質感吸引。我現在也沒有。哪裡質感？沒有吧？你都吸引到張培健。吸引到你啊？有沒有？哦，好，謝謝。我要走在。我還沒冇呀，我還沒想到小樹啊。好啦，你們今天唔使用講。對阿比倫來講，他妙路紅呢種教人用扮起老人家化嘅課，知道呢種課感真係有必要去上課。我知道我老太家嘅想法咩差唔多啦，就講因為當到人講法較出，一開始比如講有時候寫來問講，嘿，唱機問面講有半木材嘛，因為冇第一擺見面就講唱問很難，有種問題，咩奇怪，古時候係有上樣種課程佢可能話較低，愛用嘅老人來加法嘅。唔過我知道行係有當重要嘅一點，就係講喺寫來引導寫麼係講嘅話。
加法较容易来成功。唔过你叫我讲法，喺上喺这法可能你会失败。嘿，真嘅又样，因为从头用英讲啊，人帅真好，人丑吃草。就人丑是性骚扰啊，跟把看买很有深刻的体验。系啊，唔係拍懂都拜啦哈。唔係，你打敗咗宣公哦，是拍嘛解？好啦，失敗是成功之母。因為東陽路檔吼最有名就係破鐵幫嘅撩色啊，波特撩妹語錄嘛。我喺去到講，佢因為按宣公嘅。眼鏡就係因為佢本身是上到動4溫，上到動3刀。因為你看，佢唔但講有4溫，佢還有身材，佢臉都動好，跟奶茶誰啊？我看到他就算講屁話，我也相信。係啊，最重要佢很有錢，佢有 table，有面又有 table，所以啊，無論佢講乜東西啊，全部仲係中嘛，係啊。我去到最重要係乜嘅咧？即係。因為老陪生因假貨的哈，唔係熱兩記天天。講完之後，譬如講，哎，你有一本書掉了，啊，你有冇哪一本啊？哪一本？你的臉書。哎，結果嘞，我發現你要去我講的重點，你要去我講的重點。沒有，你知道你剛剛問奶公有一本書要，想說那就撿起來。對。好啦，我個重點就係講，你講了2種撩妹語錄以後，安樣夾實，因為上下來啊，你譬如講建立自己嘅內涵啊，建立自己嘅內容啊，香港吼，平常配用自己嘅當然係限制啊，從皮生嘅外表來觀察，譬如講那個義工班，多好看呢，哪片賣啊？哦，但是昨天有沒有帶？那個是好姐妹，所以延續話題，就係我喺度撩誰啊，咪當重要嘅關鍵。所以講你個法題做的技術研丟球啦，丟球是贏東南延續。哎呀，所以你要上去，像那種。那請問把看完永辦的延續呢？對，不，臉書這個是錯誤示範，莫學啲咯。講是錯誤示範，又上去某那個東西，哎我你呆奶這種東西要怎麼延續下去？我為什麼要跟你講我住哪裡？動批怪，那種唔好嘅示範嘛。所以要強愛口腔台詞，骨架呢來教台詞教一下好冇？我男朋友嘅口罩。你們這種見識冇？都係識。等下，睇下冷清一下，因為我係老愛朋友向下來做。跟愛頭銜安樣辦？出牌代表。我就會反面教他，唔係啊。我就是搞給什麼用辦去寫出來，給 TA 係嘛幹？TA 就係客群，就係像係演技，嫁唔出去，冇男朋友，唔過有一絲絲嘅錢給什麼，就係客群。唔係一絲絲嘅錢，係動到錢，係動到錢，很多唔抵要發到那一片嘅錢，就有閒閒錢嘅人就做就來買口場，然後因為我嘅朋友係懂演導嘅寫來，韓國嘅托嘅心理呢嘅人。佢就搞當多嘅，朋友故所佢就知道講寫乜嘢中意嘛解，唔中意嘛解，佢咩知道講寫來啲嘅上嘛解，我講咩數據係冇唔錯，佢有當多嘅數據安尼，故所咧我哋要爭嚟做一口場，韓國喺個買我哋嘅口場要送禮物，買禮物咧就係1 by 1，我朋友就講喺個老娘男朋友分開咧，我買去對我前男朋友進來。也咧，韓國喺個唔相愛，真是當中意也寫來，唔過寫來可能有其他嘅曖昧對象。跟我朋友就1 by 1教，一步一步教，用把你處理，來再來。我頭都充點嘅，佢講誒送嘅禮物就係留我朋友1 by 1。我頭先講，因為我朋友上來懂演導，係又有錢又有 table，工作可能也就會寫下我嘅5星，係唔會當上去留錢，因為就沒成功咧啦，反正有賺到錢就好。唔要頭個重點，反正我要賺到錢就好。咁重點咩嚟啦？唔過真嘅，大家先來想下，你都如何要真實主動去留3分人，留佢加法冇？基本假使有個聲音，你係其實係自家個太好嘅聲音，就係講，佢係分咗3組，或者啲複查檔來增進來聲音，就分咗3組。第一組係控制組，就講你頭等做，你想要做什麼都可以。第二組就你不可以跟陌生人坐在一起，就你要離得遠遠，你唔講你做嚟做其他事情。第3組係強迫嘅，聽出愛留3分嘅講法。
你就分做俩3组。哎，给你去假使你被分做 T 3组的你觉得你会成功吗？会，你会成功。给你知道，你去主动让人加发，你可以懂欢喜呀，还买个心态。被就本人跪听，而让人加发。对啊，对啊。你家中你觉得你会很紧张，还是觉得我一定不会成功？我不会紧张啊。哇，那你就是很成功的人。我就会看讲，哎，可能我会看讲马萨看起来迄唔会面白白，哎，可能迄卡小面，可能因为有的是对到面嘞，对到木足的，就会发现说，哎。其實應該是做啲高音下發哦，做啲大做，因為其實動畫係做一種呀，我上擺頭嘅腦捏打出來，T 拜讀到呀，整自己嘅時候，用啥子動教？嘿，你好，你好，然後差唔多1點鐘以後，佢講，然後休息，前面讓休息。哎，你咩動畫？不過那個聲音最迷吼，跟2013年嘅時間做嘅聲音，佢笨蛋一開始先去調查做門檻，跟那3組人都知道，假使愛喺 T 上，他們第一個都不要選，就是要當搭訕組，因為覺得不可能成功。韓國嗰個起到性冠毒吼，冇歡喜，也講很尷尬。結果走太過後，你看說那個量表調查，給我發現搭訕組的人心理成就感最高，因為佢起到佢當場翻新的乜嘅事情，所以咧意思係講，其實冇係驚老人講話，又相信會得到不一定的成就感嘛。不過老人家發真件有技巧，唔講工作發生時真件會變做新所有都帶有那條技巧要注意咧。等下轉來繼續讓大家聽下來分享老人家發有那條空Q了。本人來說，顧家呢現場嘅考場雖然佢係實拍，唔過加嘅朋友懂厲害。係冇上去送。誒，冇便宜哦，唔好按呢嗬，佢拖你千多錢哦。係聽人做去收成上，係做的，係啊，你做搞事啦，已經買係做的啦，看他存錢啦。好了，這邊不是直銷大會，我們來用嚟去找小下線，好冇？睇英雄懂重要，係講哦，講法上條愛拄好，面帶笑容，愛打扮，係錯，我要睇噃。歡迎大家都來後上台上講的節目現場，而上一團是門國大家嘛，假是廟路巷有兩種考場，教人用半年去老人家發，你知道兩種考場咁真嘅友好的韓國，假是本年去火車檔。直接請上歡迎來加發，唔敢吃到唔做得到麼？不過今日既然蔡崇裕嘅專門的線上要開考場，雖然佢係實拍嘅代表，不過重點係假嘅朋友咩？佢係頭家專門數錢，係跟人來分享下，假嘅朋友都帶有那條樸素，讓大家來學一下好嗎？今日就特別公開兩隻樸素，第一類呢，因為係教育園庭5步。從動物教育園庭，我朋友講緊青年冇班長。我剛剛人喺泡泡應該係做乜嘅教育園庭，係乜嘅貼成應該係做真嘅，諗擺來做。乜嘅實拍嘅。不過重點教育園庭，先重要嘅係表相片嘅信息，係當重要嘅，也可以下眼嘅泡泡。呢種咧，呢種要有名稱。睇下冇想睇到啊！幾動靜咧？你有當過？聽說要一線名稱出現啦，剪一版。係錯，因為佢當過冇看。好，講回呢，因為就係坐定啲嘅名稱當過，就會按手語就會按讚。好，再過來，迄個人也係演嘅，聽呢種就係拳嘅，冇咁樣。迄個人也種係拳嘅，一種就係演嘅。告訴你，聽一種老聽一種，就那一隻愛拳係演都做的。都做的，唔過聽一種聽說有名稱。好，第3種就係人家投入關，係我哋主持嘅，係從個嘅，係上班嘅人就做嚟有像係有專業嘅搞天路嘅相片啊咧。第4種就係人興趣，係講像係旅行啊，當中嘅旅行或者試酒啊，或者安尼就當到話題，做嚟研究下伊，也係第1步。嘅聽呢？線上嘅有陣問題，佢做嘛聽呢種一聽我名稱。因為呢，我本睇起來有個安全感，佢現在就有安全感。是可能係名稱係客家花布，還有。聽說對吃可能當想到阿婆錯，你下係冇音嘅，就看你喺 TLA 嘛啥？係啊，假如你寫到曖昧，該種演技可能是那種以前那種發布的那種名稱代表，做的。但是發布動靜嘅那邊買為門，因為佢心理學有愛個假使嘅相片地圖出現名稱，接上來本人要起到拼貼。
冇稳定感。安心嘅感覺。第二點就係1分鐘演出，乜家人都1分鐘咧，就係唔當人曖昧對象打嘴鼓，係講傳訊息，1分鐘就總得撈佢再夠傳，你單槍1分鐘，還有講天發1分鐘就掛停。哦，欲拒還迎。1分鐘都得呢。即係我唔算成功過，聽咗會超過1分鐘，唔過我哋嘅學生嘅。當當然要用1分鐘嘅方法，當然要搞到男朋友。真嘅懂，因為我記得有啲教幼兒園，之前有一個做對大天房嘅，其中每天係3分鐘，雖然沒有到1分鐘，但是3分鐘沒中斷，他3分鐘一天會讓你用上嘅對話切題，假使你用上還要繼續流淚。沒有，就是你要對，就要在電話中哦，一定要喺講話當中有的人用上嘅搞有嘅其他聯絡方式，夢倆同天發切貼過後，你們兩個就會從此就會失聯。很好玩的，就會變到上婚姻，就會失聯。那其實那種也是一種心理學的概念。搞什麼狗天？我的 ID 是 BRA， 然後就沒了，然後自己試100個數字。所以你起稿的足很改了1分鐘到3分鐘的時間，這也是一種搭訕和講話技巧。用半天到1分鐘到3分鐘之間，讓自己的整體的介紹完畢，搭訕成功。行小出去，還有嗎？還有3毛，要拿錢的買。其他嘅拿錢買。當然來說，顧家人先生嘅口才雖然佢係實拍，不過家嘅朋友懂厲害。我冇想去送。冇便宜哦，唔好按你嗬，佢穿嚟千多錢哦。係聽人做去收先生，係做的，係啊，你做會搞死啦，用買係做的啦，看他賺錢啊。好了，這邊不是直銷大會，我哋用嚟去找小下線，好冇？給你家來講，你看知道到底有哪條技巧本太假？其實我知道沒冇乜技巧呢，因為我說從搭訕一件事情，我本人知道懂輸送。拿出人家嘅真心，真嘅，無論係啲條路啊，係交朋友啊，其實用真心嚟去交朋友，你們是一塊是有懂得嘅目標性，一個時間你就會突然之間覺得好像搭訕成功了。如果從做白看發晒嘅人，他每一句話我都不覺得他在真心呢。我係冇講哦，我冇講哦，你個安這樣哦？什麼，這大家都知啦。所以你知道要有真心，整形就懂從優啦。整形哦，你比較鼻子還是額頭？好了，我知道你整很多。喂，給兒子裡面知道整形，有誠意，盡心。我要誠意啦，因為其實人家我就會，其實一下呀，人係聽出夾啊，係聽記得法，雖然我係會嚇到，我送人家我愛吃鹽咧，愛吃鹽就，唔過當然重新請我時啦，唔啲講我用埋去吃鹽去老人講法，我送人鴉片做嘅建議就係呢，其實全部嘅雖然我哋都請好有人去學我切㗎，唔過你鴉片同大家分享到，可能學我見啊，學我家人可能就人家跳南無動物嘅東講人家做的啦，懂難講。最後嘅就係人家木主動講，大家都請好不應講，我韓國人家乜嘅動講，人家丈夫，你講會做丈夫啊，係乜嘅啊？比如講你家人家他主持都懂好啊，上音懂好唱，唔過你前番做唔嚟去，我講哇，你還腳啊，動講，按樣就會擺脫。叫動講，意思講，動講還是做的啊。老師有問題，咁奇怪啊，跳南無動講做的，叫人講中嘅意思，因為人家喺講到身材，就會有點變態啊，就是會覺得說，你是其實是看見我的其他，不是看見我的才華和我其他的能力。小樹7，哎呦，款機上的就好款麼？感覺4分鐘哇，你許佛頭哦，哎呦，都唔係叫我，要走遠咯。就是不過有場是這樣去弄你真言懂難講，你去搞個想象吼，你看假設弄幾個，我們就你要跳那麼，給你總都按講去那邊做誒，要嘛幹，你就比較容易有接下去，懂字眼嘛，就講你給咩腳懂好快，大家人都給咩腳懂好快，不應唔好快，給唔好意思，你就不應知道，謝謝啊，我的腳就天生長這樣，你看很難用白眼講，因為佢講人家腳懂從懂這樣誒，人家腰用誒，就比如講其他啲人係健康人嘅身材，外貌協會，冇錯，外貌協會就黃小鳳呢種人嘛，佢大概就講嚇黃鵬耀即唔再13分到13愛，就假如來講，你看知道到底有哪條係你要需要注意到嘅困 Q 本體格啲嚇。
我吃到吼，天英雄懂葱油，迄讲哦，讲法上条爱拄好，年代少用，爱打扮，嘿错，我有 table，每一天，还有我看起来我有精神，我有诚意，还我有请法庭讲法，什么？总得停 take you， 总得停 take you， 哦，冇会懂感觉，哦，还会诚意啦，嘿，诚意，还会条一看对方嘅面色，迄个我冇感觉，就做得继续打嘴鼓，哦，迄个我对方当上离开，懂感觉。就本给离开了啦，本给离开，快了，都有信心，他就小钟，快嘞，快，这就冇 table。真嘅啦，因为通常你讲嘛，你善要看善色，你门要看面色。明明了生意是冇会让你继续来讲下去了。哇塞，那接下来尴尬的不是他人，就是你去搞嘞，尴尬你给中白看窗头拄到安用的事情，那就用用半天老去改革，跟阿伟论分中白看了中年一系列建议。记嘅食法啊，冇啦，大家都搞大家用版了食法啊，我去搞迄搞大家用版了记切咯。因为之前我去韩国的时候啊，叫老你卖东西的时间用干啥？嘿，叫人买东西，我就讲，也冇带到钱，我就用去甲亲家收个布书，就讲，哎呀，老留一下来，我等下多出来拿钱多出来，然后买。数给都得配啊！你来接下来配没做的。咱讲我冇读信用卡，我真聪明，我让我加一下来，我等下张转来，然后加几后，我就讲，我等下多来，所以拿10分钟我就转来，讲我多转来就冇多转来，我知道给来封锁它。哎呦！你眼咩有爱用高呢？其实真嘅啦，你下健康运动哦，接种安呢。你之前在韩国没读过安用？还没用安尼铺书，因为今日之前去韩国主要有用只韩国人让佢加法，佢就讲英文啊，讲佢同好。因为像一般我之前读到其他韩国人冇按我老人讲法，佢就吃通啊，让佢聊天安尼。佢讲啊，嗰时候也差唔多下晝1-2點嘅時候，佢跟我講，等下我來去富圈咧，有一隻 party 冇，1-2點半嘅 party， 董豬頭食飯。我就知道懂奇怪啊，又同夫圈的題，你要按防騙的事情，其實同Nobel party 係咪個政府嘅法通係？我就想唔對，我就講我要朋友嗬，同佢那隻太好，我等下先攞佢食下飯，我等下停轉來，叫我就攞佢咁樣留來，個留來，我去坐嘅捷運的時候，我只有看到哦，有一群人嗬，做嘅大家圍隻鉗咧，突然就按你向下按你做，按你做。你看，又有夫圈咧，又係一下時間，係沒注意啊！又係 party， 係又係 party。所以說當地人講咧，我後定係要用得方法，將來起車。你剛剛做嚟懂好的。你其他家就按你，你是會加咗韓國音嘛？沒。所以兩個意思就係講，其實到路上讀到上分嘅時間，你小可要注意下自己人身嘅安全喺當中，尤其到啲嘅外國去嘛。不過真係老所有觀眾朋友講一下，就講基本分享青島用百姓老人家法嘅技巧。不過最重要出2點嘅老太家講，所以第1點就係要有誠意，第2要有禮貌，2張係最好嘅教育嘅方式，可以記得咯。下禮拜香嘅時間，我哋要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馬太家拜拜。行啲路行，你為老人家發夢，係單純想要認識對方，也其實你想要買東西本人咧，可能你老人家發，但搶上一啲，一下仍然啲內味，無聽配上人老人家發，係上一啲，一下幾多點嘅，保持良善，好好對人，老人家發呢件事情，就唔會俾人知道樣樣縮縮，甚至係所有了。